恭喜要做阿公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恭喜要做阿公咯，是唔是当欢喜？恭喜要做阿公咯，是唔是当欢喜？我妈讲，父母疼幺儿，阿公喜长孙，真的吗？我没讲，让爱惜满字，阿公惜长孙，甘有让？我没讲，让爱惜满字，阿公惜长孙，甘有让？小孩子他们高兴，我就高兴了。生日呢，記得歡喜，來就歡喜。生日呢，記得歡喜，來就歡喜。是啊，对了，阿公记得上次做健康检查是什么时候吗？係呀，錯啦！阿公記得上拜做健康檢查係乜嘅時間嘛？係呀，錯啦！阿公記得上拜做健康檢查係乜嘅時間嘛？我想想哦，好像3年多了耶。我想一下，親像3年了。我想一下，親像3年了。哦，那阿公该做检查了。跟阿公愛做檢查咧，跟阿公愛做檢查咧。现在年滿65歲以上，每年都可以检查一次。地下滿65歲以上，當年都做得檢查一擺。地下滿65歲以上，當年都做得檢查一擺。衛生所這裡每個星期1、3、5上午，衛生所裡為大禮拜日3、5慶祝。衛生所裡為大禮拜日3、5慶祝，都有免費的成人健康檢查，都有免費嘅成人健康檢查，都有免費嘅成人健康檢查。請問檢查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項？請問檢查前要注意哪條事項？請問檢查前要注意哪條事項？檢查前一天晚上12點後，請勿進食。檢查前日暗晡12點以後，莫食東西。檢查前日暗晡12點以後，莫食東西。檢查當天早上也請不要吃早餐，需要空腹檢查。檢查間日清早，讓莫食早，愛空腹檢查。檢查間日清早，讓莫食早，愛空腹檢查。哦，請問空腹時間要這麼長嗎？請問空腹時間要按長係嗎？請問空腹時間要按長係嗎？是的，這要請阿公稍微忍耐一下。係呀，你要請阿公小口扭一下。係呀，你要請阿公小口扭一下。檢查日當天上午8點10分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，不會讓你等太久。檢查間日清早8點10分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，唔會俾你等太久。檢查間日清早8點10分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，唔會俾你等太久。因為這項健檢，我們要抽血。因為呢項健檢我哋愛抽血，因為呢項健檢我哋愛抽血。除了基本的身體檢查跟健康諮詢外，除了基本嘅身體檢查、老健康諮詢外，除了基本嘅身體檢查、老健康諮詢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、血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、血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、血糖、膽固醇、血脂檢查等等項目都會做到。血液計、血尿檢查等等項目都會做到。血液計、血尿
檢查等等項目都會做到。好的，謝謝你。好，尋問你。好，尋問你。